倒數6日就踏入2026年啦，將會係更不一樣嘅一年。無論係你自己，定有話你身邊嘅人，定還是呢個社會，定還是呢個世界都會變得更不一樣。因為2025年將會過去成為歷史，而未來嘅2026年將會成為無限嘅可能性。大家好，歡迎嚟到靈語，我係靈氣導師 Yoko。今日係一個對於我自己嚟講係一個好特別嘅日子，12月25日聖誕節 ，Merry Christmas， 係開啟我一直想做而未有勇敢地去做嘅我嘅個人 podcast 正式誕生。噠噠，中文名叫靈語，英文名叫 So Greeting。咁點解會改靈語呢個名呢？其實好簡單，就係好比喻一個靈魂與另一個靈魂相遇，彼此之間有一個緣分喺度，所以我就改咗做靈語啦。以一個相遇，而唔係一個巧合，因為係預先已經設定好，今世我哋能夠有機會相遇。喺我哋日常生活中裏邊，你有冇諗過曾經感受到靈性嘅呼喚呢？而呢個 podcast 係會分享我點解會踏入身心靈呢條路呢，同埋會分享我嘅故事，我所遇見每一位或者我相遇嘅每一位，以及唔同嘅人事物，亦都會分享喺我所學習到嘅經驗啦、體驗啦，或者我過去所遇見嘅事情啦、故事啦，或者我經常好中意睇嘅書本，我都會喺呢個平台同大家分享嘅。咁與此同時咧，我都會邀請一啲唔同嘅嘉賓啦，排名不分先後，唔分高低，我都會邀請佢嚟工作室咧，同我一齊錄一個嘅 podcast，去分享下佢哋嘅故事，究竟點樣踏入身心靈呢條路？你點樣去面對？你點樣去體驗？包括所遇到嘅困難嘅時候，你點樣去解決嘅？咁啊，今日咧就係聖誕節，琴日就係平安夜啦。大家有啲咩節目呢？我嘅節目呢，就係返咗嚟工作室做嘢啦，準備下個星期會去台中參與一個活動，咁我就要籌備一下啦。咁就今日始終都係第一集啦，我嘅靈語嘅第一集，不如介紹下我自己先啦。咁我叫 Yoko 啦，咁就點解會踏入身心靈啦？其實踏入身心靈之前，其實我係喺去年之前其實初接觸嘅，未接觸靈氣嘅時候咧，都係上下網啊，或者聽下一啲嘅傳媒去聽下究竟咩叫靈氣啊，咩叫身心靈啊，咩叫身心靈咧？身即係我哋身體啦，心就係我哋心靈嘅嘢啦，靈可能有啲人叫靈語或者啲靈魂嘅嘢嚟嘅。咁其實咧，講我自己啦，我自己好細個嘅時候咧，6、7歲嘅時候，其實就跟我父母爹哋媽咪咧就有返佛堂啦。咁我細個嘅時候，其實對於身心靈呢樣嘢根本就唔知係咩嚟，因為都唔會同人講。咁去到久而久之大個嘅時候，就開始發現，咦，點解自己都有啲嘅特別嘅天賦嘅能力？咁但係都冇同人去研究係啲咩嚟，因為覺得多唔係好重要啫，都係因為係自己身體上發現呢樣嘢。咁自己嘅對於直覺力啊同埋第六感咧都比較強嘅，比較係敏感嘅體質，因為本身我爹哋媽咪咧都係呢一方面嘅體質嚟，咁可能我遺傳呢個血統咧就同爹哋媽咪咧都有啲相似啦嘅特性咁樣嘅。咁喺去年嘅時候咧，就解釋下啦。去年嘅時候，我未踏入靈氣學靈氣嘅時候咧，就去咗一個馬來西亞就係靈語空間，靈語空間就參加一個嘅3日嘅身心靈嘅活動，就認識咗好多嘅唔同嘅老師啦、導師啦，亦都俾我自己去睇到好多好特別、好好玩嘅身心靈嘅嘢。咁到我返咗嚟香港之後咧，我就開始就真正去踏入學呢個靈氣啦。初初我都係唔知咩嚟喎，都唔知咩靈氣，亦都冇 V 運運嗰啲嘅，覺得去接觸一下啦，去即係人就係不斷去學習㗎嘛。咁我不如去學下，即係接觸下呢樣嘢，可能對於我日常生活都係有幫助嘅喎。咁於是咧，我就真係開始就
跟住一個老師咧就去學習靈氣，直至到我去到master，即係大師級嘅程度啦。咁當然唔係話一上就一學就即刻就識啦，有份初班、中班、高班，甚至去到大師班咁樣去學習。咁喺個過程裏邊，其實我都覺得好好玩咯，好覺得啊，原來當我哋有需要嘅時候，可以真係只要你相信，其實呢個宇宙好多嘢都係有一個能量喺度。初初我都唔係好清楚啊，係啲咩嚟㗎？啲人成日都講，哇睇氣場啦、靈氣啦，可以幫人療愈啦。初初我都一頭霧水喎，因為我覺得啊有病咪去睇醫生咯，一係唔係睇西醫就食中醫㗎啦。但係而家真係普及到近呢幾年，可能呢10年裏邊啦，都好多人都講，我有事都盡量唔想食西藥，再睇中醫，都係好想透過自然療法，可以咁講，自然療法去點樣去療愈自己。好，譬如有啲人有心病，唔通下下都話喂你去睇醫生啦，係咪？有啲人真係唔想食藥，靠藥物去治理㗎嘛。咁有啲人可能咪透過氣功啊、學太極啊，甚至頭先講到有啲嘅自然療法啊，甚至以前都聽人講話有啲嘅薩滿療愈，係啦，即係有一啲嘅秘魯啊嗰啲好天然嘅療法，去點樣令自己去同自己療愈呢樣嘢，即係唔係除咗自己啦，或者幫人都一樣。跟住係俾我自己就覺得喺學習嘅過程裏邊咧，其實都學習到好多嘢。只要其實我覺得喺學習靈氣裏邊，你去相信呢個宇宙嘅法則，成日都聽到咩吸引力的法則啊、宇宙嘅法則啊、有秘密啊呢樣嘢，其實係有一個嘅能量嘅存在。但係好多人就會覺得啊，呢樣係咪真㗎？即係睇得書多會唔會傻咗啊？其實都唔，其實就睇每一個人嘅見仁見智啦。我就俾一個咧，我就自己去好中意研究書本或者好中意睇書嘅人嚟嘅，即係講就唔會講太多，因為好多嘅知識都係喺書本上係可以學習到或者係尋求得到啦，可以咁講。咁久而久之咧，跟住就經歷咗年幾兩年咁樣啦。咁我就又就衍生咗我而家嘅工作室啦。咁我原本點解係唔係工作室嚟嘅？原本咧其實係諗住想做一個嘅剪片，即係拍片剪片，做自己個人嘅 studio 嘅嘢嚟嘅。咁後來咧就因為自己都學咗靈氣一段日子啦，亦都係學習當中，亦都係不斷去實習咁樣嘅。咁就久而久之就演變咗，就變咗工作室啦。亦都喺一年裏邊啦，過去一年裏邊咧，都係不斷去學習啦，同埋去其他嘅國家，譬如台灣啦、馬來西亞啦，認識到唔同嘅療愈師、唔同嘅導師。咁啊，我又自己好中意學習啊、讀書。除咗學醫藥之外咧，本身我未接觸身心靈咧，都係去學其他方面嘅知識嘅，即係有2個學位㗎啦。咁我覺得學海無涯，做人就係不斷去學習㗎啦。就算你而家現今 AI 幾多人學啊？係咪啊？AI 即係你唔學 AI 嘅話咧，唔係話叫你濫用啊，而係好似被呢個社會淘汰。即係正如我哋學習都係不斷向前，只不過你係點樣去好好去運用呢樣嘢，即係唔好好似以前咁樣嘅個年代就係就係讀書㗎啦。咁當然多啲去運用思考係好嘅，但係科技啊、社會嘅進步，我哋都係要跟住社會嘅步伐，慢慢向前行。咁啊講翻身心靈啦，咁我就接觸咗身心靈，都係其實年零2年呢段短嘅時間，其實真係一個小白嚟嘅。但係喺過去裏邊咧，我都認識到唔同嘅朋友啦，係啦，喺佢哋都有佢自己嘅故事，有佢哋自己嘅課題。無論係香港又好、台灣又好，或者馬來西亞嘅人都好啦。喺段過程裏邊咧，我係學識咗好多嘢，係啦。喺佢哋身上裏邊咧，我覺得哇，原來真係好好玩㗎，唔係話要賺錢啊，唔係話要揾錢，而係透過唔同嘅工具，身心靈嘅好多工具，譬如話占卜啦、塔羅啦，係咪啊？靈氣啦、易經啦，係咪啊？甚至有啲係傳訊，即係佢哋會收信息。我覺得哇，好 V 喎，唔知發生咩事啊？係咪外星人咧？好得意，好可愛呢樣嘢。咁就慢慢接觸啦。
跟住就久而久之就聽好多嘅 podcast 啦，甚至 YouTube 都可以睇到上面好多嘅關於身心靈嘅 spiritual 嘅嘢去分享。咁於是咧，其實咧，我想開個 podcast 咧，其實都好想分享翻我自己嘅個人故事啦，就唔係好表面啊。第一集就因為始終都係第一集，咁就純粹講一講，簡單講一講啦。咁就譬如我平時好中意睇書，分享下啲書籍啊，inspire 到俾一啲人一啲嘅思維上嘅嘢啦，同埋就係我中意比較啲用右腦嘅工作嘅嘢，譬如我好中意畫畫嘅。但係好多人就問我，喂，Yuko 你係咪學過㗎？我想講就係、其實我冇學過畫畫。就算我嘅和諧粉彩啊，或者係水彩啲咧，我真係冇。唔知點解，因為可能我好細個就好細個嘅時候讀小學，我記得啊。咁啊嗰陣時我爹哋媽咪咧就好興咧，啊你冇嘢做啊，嗬，去學下畫畫，學下學書法嗰啲咁樣啦。嗰陣時我係好唔中意，因為我覺得要坐喺度揸住塊白色嘅畫紙要畫呢啲咁嘅畫咧，我覺得好沉悶啊。書法又係喎，又要俾阿媽嗰陣時咧，即係冇話逼啦，即係一定要學一啲所謂嘅興趣班。咁其實都唔係好長嘅日子，於是咧就學咗少少啦，就好啦，就好似應酬媽媽咁樣就算數啦。就之後就冇學，去到大個，去到而家即係中年嘅時候咧，其實當我攞起支筆嘅時候咧，我發覺自己嘅靈感咧翻晒嚟，唔知點解，好想透過一幅畫去分享自己嘅情緒啦，係啦，自己情緒啦，顏色都可以表達到一啲嘅故事，或者甚至係一幅畫都可以表達到嗰幅畫嘅背後嗰個嘅氛圍、嗰個情況，或者係嗰個情緒。咁所以我覺得身心靈咧，俾人一種感覺咧，有陣時好多時咧，現今有好多人咧，都好多社會上嘅壓力啦，工作壓力，做媽媽有做媽媽嘅壓力，做爸爸有揾錢嘅壓力，做小朋友你唔好以為好開心，佢有好多功課，測驗考試默書無限劣，跟住又測驗考試默書無限劣，佢哋其實好大壓力。咁點樣釋放咧？即係小朋友就話有學校嘅社工嘅老師啫，咁爹哋媽咪嗰啲或者成人嘅咁點咧？佢唔通揾心理醫生係咪？咁所以佢哋好多時咧放工咧嘅時候，佢哋會第一時間好中意做啲咩？我唔係要翻屋企要食飯，佢哋好中意 enjoy 嗰個嘅 happy hour 嘅時間，譬如話同人哋飲杯飲嘢啊，傾下偈啊。翻工時間冇得傾偈噶嘛，即係老闆請你翻嚟冇得傾偈噶嘛。咁你就可以點啊？有陣時好多時放咗工就去約下朋友傾下偈啊！唉，近排比較煩躁咯，唉，都唔知點樣舒緩一個壓力喺度。咁所以咧，即係我當年我自己都係曾經係翻過工嘅人啦，即係打工嘅人，都明白體諒得到翻工有翻工嘅壓力。就算去到而家做人哋媽媽都一樣，都係有壓力喺度。唔好又諗住冇壓力喎，其實好多每一日都有好多瑣碎嘅事情，就係你要點樣去面對，你點樣去 handle，點樣去處理一個係嘅問題。好啦，當有問題嘅時候發生喺自己啦，自己有情緒嚟嘅時候，我點樣去面對咧？咁當然今日係第一集啦，就唔會講咁長嘅。咁就純粹係介紹一下一個平台，其實係分享除咗分享我自己個人故事之外啦，甚至係當我有情緒或者有任何嘅事情嘅時候，我點樣去處理？我會用啲咩方法？甚至未來嚟緊，我都會有一啲嘅冥想嘅引導去分享俾大家啦。咁亦都會邀請一啲嘅朋友上嚟去分享佢哋嘅故事啦。咁其實我都相信現今都好多身心靈嘅 platform 啊，或者係一啲嘅 social media 入邊都可以 search 得到關於一啲嘅身心靈嘅嘢。咁就希望能夠透過呢個 So Greeting 嘅平台去同大家去分享更多啦，因為越多啲嘅平台就係可以大家互相分享，係一個嘅交流，一個交匯咁樣。希望大家喜歡一個 So Greeting 嘅 podcast 嘅 platform。咁就今日分享到呢一度，下一次我將會係下個禮拜真正會分享我嘅個人故事俾大家。下一集再見，拜。